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5日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认知。中东政府无明朗，这美国顶礼拜4大指数拢收乌，台股今日落286点，收伫咧20449点。大地震了后，德鲁古国家公园如果爱开10亿征收，另外建筑物起起倒去，政府提供税厝甲电气补助上悬450万。高雄市盐埕堡保姆圣殿圣路宣讲教堂有上百年历史，今年获市政府列做是无形文化资产。伊朗13出动无人机，还有飞弹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以色列也敢呛讲一定会报复。纽约时报是指出讲，美国总统拜登和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讲电话了后，以色列已经取消对伊朗的报复行动。也那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伫咧安理会顶头谴责伊朗，而且也呼吁各国要爱准则，唔通对伊朗报复。伊朗头一摆直接对以色列领土发动攻击，互中东局势一日恶化。也毋过《纽约时报》指出，美国总统拜登已经敲电话，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讲，强调美国未加入对伊朗的任何反击行动。加上以色列战士内阁有几名的成员认为，伊朗的攻击无对以色列造成严重伤害，以色列报复行动已经取消。伊朗13暗时对以色列发动攻击，这是为了回应这个月初一以色列技术袭击伊朗驻叙利亚领事馆，造成伊朗革命卫队高阶指挥官身亡。为了避免紧张情势搁升悬，联合国才是召开安理会秘书长古提瑞斯谴责伊朗对以色列发动攻击。Now is the time to defuse and de-escalate. Now is the time for maximum restraint. 以色列甲伊朗驻联合国大使伫安理会顶开辩论。以色列大使指控伊朗违反国际法，呼吁安理会重新对伊朗实施制裁，佮将伊朗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伊朗大使是讲，行动是必要，佮符合比例原则。This attack crossed every red line, and Israel reserves the legal right to retaliate. We are not a frog in boiling water. We are a nation of lions. The Security Council has failed in its duty to maintain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Faced with such circumstances,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had no choice but to exercise its inherent right to self-defense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G7 七大工业国组织由伦敦主席国意大利召开领导人视讯会议，会后发声明，以上强烈的言辞谴责伊朗对以色列发动的攻击。We will continue to work to stabilize the situation. We call on Iran and its proxies to cease completely the attacks. All parties should exercise maximum restraint. 除了搁一摆表示对以色列安全承诺，上大的团结甲支持。G7同时表示，会加大力度将加加塞飞机，搁对危急的巴勒斯坦人提供搁较侪人道援助。公司新闻台为陈培阳。中东战争这局势当咧紧张，美国顶礼拜五4大指数拢收乌，台股今仔日是开价走价，落尾收伫咧20449点，落286点。台积电是落12块，油价有伫咧800以上。专家也分析讲，这中东战争若准扩大，这影响的时间过久长，恐惊影响到这国际股市的一个压力。中东战争局势升温，美国顶礼拜五淡薄，台股拜四一开盘也受拖累，一路行价收跌20479点，落286点。台股宽往台积电，共款稳收800块大关，落12块，三大法人未超台股338亿。因为油价上涨呢，刺激了通膨再度的升高的可能性，避险的资金呢都跑到这个美元资产里面去，那所以呢，对台湾的股市呢就造成了一些这个资金的排挤的效果。专家分析，那中东其他国家导致战事，国际股市恐惊对咧受冲击。暗过战争题材反转来，互军工股逆势起起来。无人机指标雷虎盘中长期起停，汉翔、长荣航太等盘中起幅度拢超过半斤停板。另外，美国联准会因为无释出降利息信息，欧美商用不动产办公室暴雷案，佮继续均价扩大，国内有5间国有银行、1间民营银行受影响，贷款余额差不多2.9亿美金。根据了解，今年已经有10件商办暴雷案，市场烦恼哪地都无共暴雷，恐惊连环保是不是会影响台湾银行业呢？
可能就是国营在那边的投资的收益会受到影响。台湾的影响就是比较间接啦，不会说因为这个而蔓延到台湾的表现。这摆美国上班暴力案大部分是公告行库，因为有不动产做担保较可靠，况且有一间银行损失超过1亿美金。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今日到新北市泰山视察翻新了后宪兵指挥部建设营区，现任的国防部长邱国正和洪声要接任部长的顾立雄也拢做回来陪同，外界也正关心这两个人的互动。另外，洪声外交部长郭昭祺会回任国安会秘书长，也那外交部长会换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来接。早起郭昭祺伫咧立法院跟他强调，外交的工作会做到任期的最后一天。老旧营区的翻修和改建，一直是我们国防改革的重要的一环。这些年来，我们透过推动新安专案来改善我们营区的生活环境。那么，因为有更好的生活品质，国军才更有力量来保卫国家。特别下任进前，总统蔡英文无被记咧亲身巡视，开特别3月整建的宪兵指挥部建设营区，因为这也是培训宪兵强化反战斗能力的新式特种作战综合训练营。顾明仪今天是来见习吗？国防部长开始进行交接了吗？陪伴总统的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国防部长邱国正互动备受关注，因为洪声罗清德5日控就任总统了后，国安团队延续蔡英文路线，暗过因事大风吹，由顾立雄转任国防部长，加做国军第7位文人部长。外交部长吴钊燮会会任国安会秘书长，外交部由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来接任。目前仍然是外交部的部长也因此我应该责无旁贷，那也要心无旁骛的把外交部的这个工作做好，做到最后一天。嘉龙秘书长是一个适任好的那个外交部长，这个部分不应该由我来评论吧。对洪声无缘期讲，吴钊燮强调会将外交工作做到最后一天，因为选去5日控就职典礼，爱接待来自各国外宾的庆贺团。友邦国家参与的那个状况非常的踊跃，还要从其他的单位，甚至是从海外调回那个可以支援的这个人力。目前从海外来的这个团数应该是超过40团，那可能人数还不到800了大概400多500左右。吴钊燮指出，这摆友邦国家来参加真多，而且外宾层级真悬，包含8位国家政府元首。立委也关心中国是不是会在5日控进前，佮对咱的邦交国施加压力。吴钊燮表示，目前掌握情资是正常，不过议员的谨慎处理言行。记者综合报道。树林地方法院审理的法官前几天跳楼过往，也引起爱检讨的批评，认为这法官的负担伤过大了。法官协会也发出声明，要求司法院限期提出具体的改革措施。司法院长柯宗力也要去甲这过身的法官念香，提醒当人就要注意身心健康，唔通规工拢守伫咧办公室。院长，法官管考可能放缓吗？我们会来研究。面对制度改革议题，司法院长柯宗力只有简单的回应，颠倒对法官的身心健康有话要讲。多多注意自己的一个身心的健康那么留一下那个户外的活动，我觉得这个是必要的，不要把自己整天绑在那个办公室里面。天气当前工作之外，加参与户外活动，柯宗力找到下昼出现伫树林地院，毋那是来慰问关心，也讲是来听法官的心声。法院社外口肯办回拿，悼念对老身亡的胜利法官，专案小组法官过劳问题。柯宗力也到灵堂上香致意，佮较写一张配合法官，表示继续争取增加司法机关总员额，佮研究放宽相关管考规定，不以无结案数当作职务评定的唯一标准。想严了是最容易的了。我的这个院长我来帮你争取人力，你人力可以增加，我不反对了。但是问题是你不可能无穷嘛。怎么样更用科技？怎么用简化的方式？怎么样简化？这都要讨论。不管是审判效能好不好，有时候那个案遇到复杂难搞的案子，确实会有常常加班。我还是觉得每一种诉讼类型都有可以再去怎么样节制滥诉的一个可能性。这个当然要司法要去检讨了。
法官工作负担大，有理性法官点出难诉问题。法官协会搁较讲，强调诉讼制度的司法变革，拢咧加深法官早已经无法度负担的工作量，搁较无排除发起后一波的运动。内部拢是检讨声，也拢向司法院发声，为制度做出改革。记者综合报道。全联超市的川支付 App 今仔日发出调涨的消息，是价值9万块的日本旅游，有真侪民众拢有收到。不过点入去看讲，这名单无伊的名，才知影讲无调涨，而且这名单呢，伫咧3月中就公布咯。全联表示讲，为着要增加这宣传的效益，才发出调涨通知，造成消费者的困扰，伊也来回实的啊。购物全支付，缴费全支付。连锁超市全联一直提供全支付付费模式，不过到25日起，刷传出两公的推播信息，互真侪全支付会员去扑扑，就是家己钓9万外的邮轮日本香精油。一开始收到这个讯息，一开始很开心，可是看那个中奖名单，其实根本就没有我的名字，所以才发现是假的。我会考虑把这个 APP 删掉，因为我觉得这个公司的做法就是让消费者觉得很像在整人的感觉。详细看推播信息写，恭喜你得奖邮轮日本香精油，总价大约新台币9万外，请伫112年4月19进前，卡客户专线，伫112年4月24进前完成领奖证书。奇怪是，明明今年是113年，顶头写112年，民众点伫得奖名单一看，才发现得奖的人毋是家己，弄到全支付面册留言抗议。白白欢喜一场，卡客户卡真。有人讲，大家拢要上船，护照甲特休拢准备好啊。只是民众拄到这款的两公得奖信息，敢会当讨赔？律师是安尼讲的，因为他那个只是一个中奖的通知哦，告诉你说，你可以到哪边去看，所以你要依照这个东西就去解释成说，他跟你是中间有缔结一个哦，要发这个旅游哦给你的契约哦，这也是比较难的。既然契约没有存在，那当然你就很难解释成他要去履约。业者对于消费附随的抽奖活动讯息，仍应提供充分及正确的资讯。若有错误致消费者误信而生损失，仍应妥善处理。面对全支付会员的规百会，全联回应是行销部为要提悬活动点击宣传效益，推播日本双人邮轮得奖通知，造成消费者困扰，12万份的实例。律师表示，民众若讲无想要搁拄到类似事件，会当向业者申请，无爱搁收到推播信息。那也是收到信息，会当提出申诉，由主管机关裁决。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有一间卖高级好具的烘肉店，互真正的员工也讲呢，因为牛肉、食材等等物件拢过期啊。卫生局去查了后，发现讲确实是有物件过期，但是业者是驳回讲这是员工教育训练伫咧使用的，但是这过期物件拢放伫咧使用区遐，详细调查了后，卫生局也要过来罚。另外呢，苗栗咧有机关伫咧素食店食饭的时阵，看到这家抓伫桌仔顶乱说。台中市西屯这间讲是日本人经营的和牛烘肉店，互前员工甲台中市卫生局检举使用过期肉。食安处12日去稽查，发现有8项商品过期，其中和牛肉过期3至5个月不等。业者紧急伫面册发声明讲，这是要互员工做教育训练使用的，而且甲要卖肉是分开保存。不过台中市卫生局表示，对店主的讲法真怀疑。他在使用当中嘛，在使用区里面就有存在，有些按照他的说法是放在这个他已经过期区了，但是我们还是认定他是所使用在这些过期的食品，所以我们还会依规定给予严惩。台中市卫生局表示，目前照食安法的规定，店主也无到停业的程度，目前嘛无查到业者有改票也是假报的行为，不过违规是事实。依照食安法的规定，会当罚代票6万块以上2亿以下的罚款，会伫查清楚了后一项一项处罚。苗栗原来有食安问题，有议员伫连锁素食餐厅用餐的时阵，发现家抓爬起咧餐盘。吃到一半的时候，突然看到有一只蟑螂小强爬到我的这个餐盘上面，一直在做舔食啊。那我当下看到这个状况，我就食欲尽失啊。共有38家餐饮业者，即日起，卫生局食品卫生科将进行实地辅导稽查。苗栗县卫生局15嘛派员去这间店头份美食广场稽查，要求业者进行相关的改善。若做复查无过关，就会依照违反食安法来处罚。记者综合报道。
已经停止营运几多年的台南白河台湾电影文化城，惊透早发生火灾，几多栋这查起建筑物拢烧了了，大火是烧点外钟才拍花。初步估计烧的面积有90平方公尺，也因为迄个所在较压贴，附近无徛家，导火原因佫需要调查。联动无做厝，互大火烧了了。15透早5点外，台南白河区这停止对外营运的台湾电影文化城发生火警，破烧将近1点钟。各式消防车辆啊，共25台，那人员48名啊。那现场是燃烧联动的一些木造建筑物啊，那5人员伤亡啊。台湾电影文化城已经30几年历史，早年为拍连续剧起的，前身是6期影城，主要拢是30到60年代造景，除了拍片也开放民众参观。在当地拍过电影戏剧超过200部，把创下一天2万人入行的纪录。后来因为地主收回土地才关门。看着就安尼啊，我就过拢无，我才开2、3千万呢。安尼哦。系啊，佮无保险呢。哇，安尼叫安尼损失袂少哦。对啊，拢无伊啊。接触业者讲，影城目前干来提供拍片无对外营运，这场火烧将近1公顷，木造建筑甲家己买建材拢烧了了，啊，毋过无甲人结婚，也无清楚导火原因。市府表示，火场地点较远，附近也无徛家，少有人出入，确实导火原因会由消防局来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的建国秘鲁厂，保留日本时代生产线有100年的历史，也是市定古迹。在去到本主团体开记者会批评，因伫咧批评这内政部去年提出的变更案，要甲古迹的一部分摕来做台北科技大学用地，毋若破坏本主的保存，而且停书也无证据。黑箱作业，停止审议。文族团体大声抗议政府黑箱，因为500年历史的台北建国秘鲁工厂，自2000年被指定做市定古迹了后，要开发做秘鲁文化园区来做古迹的活保存。但是文化园区的计划却伫2023年被撤掉，内政部阁提出新的变更案。文族团体和专家学者就批评讲，新的计划要甲古迹当中1.83公顷摕来做台北科技大学的用地，毋若破坏文族的保存规划，停书嘛无证据。目前在走的这个都市计划的内容，我们也跟北市文化局确认过，并没有送到北市文化局，就是所谓的文化主管机关去征询相关的意见。在其他的重大公共设施里面，都必须是跟能源运输相关，必须要是国家重要的计划。北科大扩校有严重或者是必要到这样子的程度吗？文族团体指出，建国秘鲁工厂是台湾头一座现代化的秘鲁工厂，有1920年代日本时期以来各时代的生产线有重要的文书价值，而且较大也有生产线的运作。其中要挂号北科大的部分生产线的动力系统都包括在内。文族团体指出，毋若影响到外古迹的运作，政府这个新的变更案嘛，应该重新召开公听会，和基民文族团体文化部等单位沟通说明。行政院是认为这是用一个所谓重大计划的方式，要透过都市计划法27条进为变更。可我们认为它根本不是一个重大计划，它是一个重大争议。我们呼吁，明天就要召开的内政部都市计划审议委员会应该要暂缓。8日早起，内政部特别针对秘鲁工厂途经的案件来召开都市计划审议会。文族团体和在地居民是拍算讲，透早特别去到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头前来去抗议，希望审议会会当听到因的心声。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来看高雄盐埕埔的文武圣殿圣路宣讲到今已经有上100年历史了，主要是靠坑世间人着爱善良，宣导这经典的义理、做人的道理等等，是过去安定社会力量。这项流传100年的圣路宣讲，今年获高雄市政府定落做无形文化资产。伫高雄文武圣殿有几若位穿白色长衫的宣讲生向官邸做磕头，头前的主讲开始宣讲内容。文武圣殿逐年的圣路宣讲，旧历3月7日即天开始，今年除了是100年，上特别是互高雄市定落做民俗无形文化资产。庙方表示讲，宣讲主要是考劝世间人爱有伦理道德，佮有因果报应等等的内容。阮的宣讲生的这个任务就是讲，
就着这个乱册底所记载的这个诗词的内容吼，来讲做白话。人做人呢爱善良，啊，阮就是咧劝善，所以这无形的文化呢，就是也是咧劝善呢，安尼。信儒宣讲是为明清时代就有的制度，过去因为战争、天灾等等的因素，为着安定民心，民国14年就成立劝善社，宣讲通常拢伫庙埕来进行。迄当时宣讲是真重视社会教育，主讲会徛伫中央，边仔有2位副主讲，互过去无法度读册百姓，会当透过宣讲得到知识。这是高雄市第一个，也是应该是全国第一个这样的一个圣谕宣讲获登为无形文资产的一个重要的案例。庙方表示讲，文武圣殿的信儒宣讲是全台唯一，真济宣讲生业传承到第3代。每年旧历3月初6到10月20是宣讲的期间。今年受到关帝组的指示，干那伫文武圣殿进行宣讲仪式，已经成做庙事的重要特色。记者张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蔡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伊朗虽然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的空袭，不过以色列的损伤会当讲是真小。专家拢认为，伊朗这届的目的是为着民主问题才攻击的，实际上因无想要引起冲突。These slow drones, hours and hours flying from Iran to Israel, giving plenty of time for the Israelis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s to prepare. I mean, even the Jordanians shot down a bunch of these drones as they went over Jordanian airspace. 欧美的中东问题专家认为，伊朗这届的目的，敢若为着点实力尔。Obviously, the scale of the attack and the nature of attack was meant to be more of a warning of Iran's capabilities than an actual attempt at escalating the situation into an all-out war. 专家指出，以色列甲美国较早就捌暗杀伊朗高层将领甲核能科学家，不过伊朗拢无家己出面报复，结果就是由真主党这外围组织发射火箭也是飞弹攻击美国甲以色列两国，不过这届都无遮简单啊。Iran has demonstrated that it has an appetite for risk, but it doesn't have an appetite for too much risk. It wanted to impose a cost on the other side without necessarily triggering a broader escalation and an all-out confrontation in 2020, of course,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and now against Israel. Iran had to retaliate basically for the attack against its consulate in Syria. Otherwise, it would completely lose face, not just in front of its adversaries like Israel, but also in front of its own proxies like Hezbollah, Hamas, and the Houthis, who have been conducting their own attacks against Israel in recent months. 专家也讲，伫状况紧张到一定程度的时阵，私底下的外交协商就会点点进行，所以有关的各国都会停战。不过，加沙的战局发展也是会决定未来中东情势的发展。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讲到伊朗和以色列的恩怨情仇，事实上，这两个国家英国也捌有好济时期，甚至伊朗是世界上第2个承认以色列的穆斯林国家。不过，伊朗伊斯兰革命政权改变了后，两国却一直起冲突，才变做这款的死对头。14个这场空袭更加加深以色列甲伊朗两国仇恨的状态。伊朗为了报复以色列月初空袭伊朗伫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大使馆，顶礼拜六直接攻击以色列，双方关系会当讲是一级着的爆发，极度掉队的两国安怎行到即马局面呢？其实伊朗甲以色列过去有过真好的关系。以色列1948年建国，2年了后，伊朗就承认以色列是国家，是迄当时全球第2个承认以色列的穆斯林国家。双方建立非正式谈判关系，伫军事、农业、石油各方面也有密切合作。不过，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杀到君主体制，局势转变，新的伊朗政权高度同情巴勒斯坦，不满以色列甲美国关系密切。最高领袖哈梅尼更加表明，美国甲以色列是主要敌人，高呼是哈马斯甲黎巴嫩极端组织真主党对抗以色列军队。2005年共和派总统艾马丹就任了后，双方关系更加紧张。
They consider Zionism to be a sacred notion and ideology. Any question regarding its foundations in history is condemned by them as an unforgivable sin. On the other hand, they approve and authorize sacrileges and insults against the beliefs of other divine religions. 阿马丹就代了后，中期核武计划，以色列是欢乐伊朗有核武，继续对伊朗发动网络攻击，两国关系更加上激。Iran is a real threat, not only to Israel, but also to the world order. 得胜后来较温和的罗哈尼接见伊朗总统，两国关系又因为叙利亚的冲突继续无好。也安尼，虽然伊朗迄当时拍开甲西方谈判的大门，签署伊朗核协议，以色列议员几摆反对，批评伊朗未安尼放弃核武。This cancerous tumor, since its beginning, has evolved step by step and has become a catastrophe. And it should be dealt with step by step. 南方敌对状态伫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了后更加严重。4月7日，以色列轰炸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伊朗大使馆了后，紧张关系真紧升悬。分析认为，伊朗回击以色列和双方多年来引来战争公开化。虽然目前双方看起来有站在避免冲突扩大，也毋过只要加沙战争继续。一无势力引起两个受分恐惊，会造成无法度收束的局面。公司新闻台湾林编译。南韩的世越号船难伫咧4月16日满10周年啊，佮着为伫咧船难当中过往的高中生，因的妈妈就组成剧团，希望透过表演来安慰心灵，而且因也呼吁政府就要继续调查这件意外真相。剧场当地表演，大咖观众一直伫流目屎。南韩世越号船难这个月16满10周年，罹难者家属也是无度行出亲人过身的悲伤。有一寡人就借由舞台表演来疗养心中的痛苦。그 연극을 통해서 저 자신을 마음껏 하고 싶은 대로 제가 제 마음에 있는 슬픔이나 이런 것도 그 시간만큼은 제가 덜어내고 마음껏 웃고 제 마음을 마음껏 표현할 수 있고. 그럼에도 불구하고 그 아픔을 딛고 꿋꿋하게 또 열심히 살아가시는 분들에게 그런 모습들을 보면서 저에게도 또 힘이 되고 격려가 되기도 하고. 世越号船难隆重造成304人死亡，包括248个鞍山市单湾高中的师生。当年是因为船违规超载，也搁放伤济会当稳定船身的压舱水，客船伫个急转弯的时阵煞冰船。第一时间救援过程真乱，致使伤亡严重。5个罹难者高中生的妈妈为8年前组成这个剧团，因伫个演出的时阵得到力量，持续催促政府追查事故的真相。 그냥 그 소중한 내 아이가 왜 그렇게 떠났는지 정도는 알아야지 그 진실이 밝혀져야만 그래야지만 그만둘 수 있는 게 아닐까요? 虽然南韩政府已经针对世越号船难进行真侪个调查，罹难者家属也是指出未少问题，尤其是南韩的灾害应变系统，因为伫个世越号船难发生真侪年后，2022年的雷坦院烧大的事故，搁再显示当地的预警甲救援系统有待改善。公司新闻刘安编译。德国联邦议院伫咧12投票通过性别自决法。 甲这多元性别者的改名改性别的程序简化，不过这个意大利因的总理梅洛尼所提出的法案，是要甲这代理孕苗照白生囝行为当作是犯罪的，而且要甲这个罚金9万到后院100万，才开始代票3400万，而且还要关2年。 德国联邦议院议员就性别自决法第12投票个表决通过，要伫11月7日生效。这法律会简化跨性别者、双性人或者是非二元性别者伫政府登记处改姓名、甲性别的定序。根据这项法律，德国民众只有伫经过2个心理医生的评估，而且得到法院的许可了后，才能正式改家己的名、甲性别。新法是要求民众只要提前3个月通知登记处就使，而且未满14岁民众应由因的父母或者是法定监护人才能提出申请。已经满14岁未成年人，应伫父母或者是法定监护人同意下提出申请。若父母或者是法定监护人无同意，家庭法院应判准更改，前提是免违背囡仔福利。 Es ist höchste Zeit, dass wir nun auch die unnötig langen Gutachter und Gerichtsverfahren der Namensänderung als Unrecht beenden und dass wir heute endlich die Würde von trans-, inter- und nicht-binären Menschen
不过性别自觉法也是互自由派甲保守派批评，因讲这项法案自头到尾拢无经过合法考虑，除了会互家庭带来不安，也可能互有心人士利用加做犯罪工具，因为该姓名甲性别免向警方登记。12有数百个抗议人伫意大利首都罗马，因反对右翼总理梅洛尼政府所起草的法律，将代理孕母定为犯罪，将罚款为60万欧元，差不多2069万台票，提悬到100万欧元，差不多3449万台票，而且将监禁刑期为3个月增加到2年。Noi non siamo criminali, abbiamo fatto ricorso a questa procedura medica che è perfettamente regolata negli Stati Uniti, tutte le parti coinvolte sono consenzienti, consapevoli, abbiamo una relazione stabile con la nostra portatrice, i nostri figli la conoscono, quindi in realtà non c'è sfruttamento, non c'è nessuna delle cose che si vuol far credere all'opinione pubblica. 梅洛尼将代理孕母看作是犯罪草案，外界认为真大程度是针对 LGBTQ+ 社群，伊言论甲天主教会观点同款，因为教宗方济各进前发布的文件当中讲到大因，因为伊是侵犯囡仔甲妇女尊严，将做扩张他人利益，或者是欲望的工具。公司新闻新竹报编辑。国军今仔日伫咧九片基地发射陆射战2防空飞弹，精准射到目标。这粒飞弹是中科院所研发的，这量产进度顺利，展现台湾遥研发的材料。也因为这款的飞弹是头一届对外公开，吸引真侪民众来现场看。飞机射出了后无偌久，陆射减2防空飞弹为地面发射，拖尾烟飞过天边，甲来接到飞机完成任务。因为天气的因素，这届实弹发射延到15早起进行。现场看到发射佮接到的军事迷，拢真有感觉。感觉还蛮震撼的，因为它那个尾烟还蛮明显的。那我记录到是大概飞行一分多钟。针对伊朗飞弹攻击以色列，防空的能力大家拢关心，尤其陆射减2防空飞弹是中科院研发的野战防空系统，将本来空对空的天剑2型飞弹改做地对空，由发射车发射，射程45公里，搭配空间雷达系统，会当反制敌军的无人载具巡弋飞弹等。这15公里呢，可以弥补我们野战防空到中程防空之间的空域防空的不足，因为在5公里之外到50公里之间，这个空域呢，其实过往陆军野战防空来讲基本上它是能量是不到的。不过专家嘛点出，为以色列提供防御系统，进前和哈马斯用大量火箭攻击出现防空的漏洞，应该嘛要想到对咱攻击人会当运用大量无人机突破陆射减2防空飞弹系统的可能性。等到我们飞弹耗损到一个地步以后，弹药补充不上的时候，就有一个空档时间。那么如果说对方是用一种饱和攻击的一个方式的话，事实上面我们防卫的话，还是有相当的一个漏洞的。单独武器系统可以提升你的部分战斗能力，它是要配合整体的防空体系啊，就是说我们不用单独一个武器系统来论它的效益。而是要整体的防空。面对两化局势加国际局势变化这么大，由退役上将哪位陈永康担任兵推测绘人，结合正大台湾安全研究中心这单位所举行的区域安全兵推，都认为中共对台无明确所在的战略，唔那应该爱注重武力，更加爱为国安战略的关度做战略研究，加能源、金融这安全议题拢纳入，思考安怎做避险，也加管理风险这安全。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顶礼拜5进行年金改革法案委员表决，所发生国民党立委罗冠毅明明人伫咧国外，确实有投票记录。罗冠毅今仔日出面说明，强调对这件代志伊无了解，也无授权予别人替伊投票。针对这款的情形，民进党团发函予院长韩国瑜，呼吁着爱查核清楚。立法院长韩国瑜15中昼会见巴拉圭参议长欧菲达，无行国会外交，同时国会内部继续会12议会。国民党立委罗冠毅有投票记录，暗过人伫中国参加活动争议差别说。罗冠毅本人出面说明，强调对规个事件唔知影，也要授权别人代投票。为什么一回国，整个全国的人都要找我？整件事情我是都不知道的，也没有授权这件事。仔细看了一下，也没有人长得跟我一样，而且肤色的那个程度，我也是属于2B 级的哈，所以比较不可能。
民进党团前会罗冠仪被带到一票是重大技术问题，甚至牵涉法律问题。法校和韩国瑜希望彻底调查，各补救甲定期目前已经由技术处调查处理。刘焕仪阁甲其个共同鉴定伫司法法制委员会上线。各位先回座，麻烦各位先回座。南北党团提出国会改革相关法案，要并15送出委员会。按过民进党团主张应该延到17、18，和所有司法草案并行审查。也这次定出法言，各要求每一条讨论。按过调回各种现拢在时，有意见就保留上协商，和调也一句来一句去。不讨论一下呢？本条予保留。藐视国会这么重要，你们都不敢讨论。现在进行表决，赞成反对均6人，同数时取决于主席。本席表示反对，本案赞成者少数，不通过。民进党团阁提出44摆散会动议，按过党不过，国民党立委甲民众党总调，国抢联合合作的人数优势，按过拢无通过。最后从现宣布专案审查员进入1个月协商顶动期，5月16改动。在野党要伫5日空落清朝就职总统进程，将相关司法三读通过，互伊去国会随问随答无写国情报告。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大地震受损严重的德鲁固国家公园，初步估计这修复经费要超过10亿，未来会分阶段分区域对外开放。另外，根据着这内政部的统计，到4月11日，全台湾建筑物倒去起起，红大红单有51件，大黄单有92件。政府会提供税厝甲电器的补助，这内政部强上悬通好领到这补助金450万。控诉控3地震了后，花莲地区灾害严重，尤其泰鲁阁国家公园初步互关经费超过10亿，预计用一波分阶段分区域开放。目前就是我们初估出来的灾损的重建金额大概是多少？我想最大的经费可能是交通部的部分啊，我们自己国家公园初估大概是会有超过10亿。根据内政部统计，到4月11日，全台已经确认建筑受损，红单51件，黄单92件。内政部长林如清表示，除了提供多元税厝协助方案，主体中建利息补贴，内政部强相关补助450万。另外，因为东华大学大地震引起大火，未来各大专院校有设置理化工实验室，会进行防灾准备总体检。仅仅是东华大学，各县市政府有非常多的大专院校，里面都有理化工的实验室。化学的实验室的话，它的一个防灾的相关的准备的工作，包括它的一个器具跟资源，这个必须要做整体的一个检讨。这摆大地震也好，大桥线、苏花路龙下清水桥断去，交通捌中断。目前靠边仔的1930年离地旧桥当作临时便道通行，逐工有3个时段管制单线通车。交通部长王国才表示，目前当推动苏花安计划，这个路段也得会改善路段。今日智慧环评专案小组提出真侪意见，有计4月送专案小组转送环评大会121年完工时听不变。今年的2月，虽然在环评的专案小组有很多意见，那我们现在已经收集意见，议定在4月就送进这个专案小组，然后转这个大会，那我们的目标就完全都不变。王国才表示，苏花安计划中的后进甲中铁路段，都发生包括去年大清水饭坑南口严重崩起，甲一摆的大清水饭坑口的桥梁崩塌，2摆严重灾害，所以为可行性到综合开会，针对后进甲中铁段做调整改变，将2.5公里的底饭坑改做10.2公里的长饭坑，避开通伫外口的机会，来推动苏花安和华东民众上安全的道路来作为首要考量。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女中综合大楼受损严重，上紧明仔载开始拆。学校考虑到学生安全，还有教学品质，对今开始改做是线顶教学。另外，空中大学这个受防校区，同款有建筑物防打红单。不过学校也是希望讲会当帮助灾民，若准检查了后无安全的记录，打算要把这宿舍提供给灾民使用。对不起了哈，那个 A 垂直A 垂直 N 向量然后 B 也垂直 N 向量。老师透过电脑视讯上课，花莲女中学生为15开始暂停到学校，用线顶教学暂停3礼拜，主要就是因为学校综合大楼伫花莲强烈地震了后出现条仔壁面破去闭开，要拆掉电器。线上上课你觉得 OK 吗？我觉得可以，一些烟雾或者是声音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个地方
在我们花莲女中主要的一个那个通行的道路那很担心学生安全上的疑虑啦，所以我们也希望才有所谓的那个线上教学。大型机具已经进驻到综合大楼边啊，相近10搭影厅，学校也会把完善伫综合大楼的教学设备，确保学生受教环境。空大受风校区大楼壁被开，楼梯歪曲起错，虽然有建不受损，不过有关愿意对灾民伸出援手，计划将无安全问题索性提供给灾民大。学生宿舍群悦楼，我们等待县政府来会勘，安全无虞之下，我们会将进行内部整修，提供灾民使用。空大阁拍算提供超过5公顷的土地，予相关单位去做合厝，协助更较侪灾民渡过难关。不过受风校区离花莲市区坐车要30分，无这卡也是灾民考虑因素之一。记者综合报道。对今日开始天气会较无稳定，根据着气象署的预报，北部、东部较厚落雨，到拜三水气会减少，不过拜四雨又搁大船起来。另外，目前有6个水库是真欠水，已经是红色警戒咯。水利署也讲，要等到5月这黄霜雨来，就袂遐尔紧张。目前各地头的主要这水库的水呢，有关也会当冻3个月。最近这几日日时拢真烧热，袂输已经热人咯。不过气象署表示，连暝要翻天，因为受到北平方面的影响，对拜一开始天气会较无稳定，北部甲东部较熬落大雨，到拜三水气会减少，不过拜四水气又搁会增加，落雨的范围嘛会变宽。18号会是锋面，目前看起来带来的水汽比较多的一天哦。那这一天的话，预计整个北部跟东半部可能会有些短暂阵雨出现。那从雨势的趋势图也可以看到，这一天的降雨呢范围是比较广的哦。那中南部的话，主要降雨还是集中在中午过后，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午后阵雨的状态。虽望清明前后有落一寡雨，不过包括石门、石冈坝等等，已经有6个水库出现欠水的红色警戒。水利署指出，今年11月到过当年4月这段期间，台湾各地生成都较无啥雨水，等到5月黄霜雨落来，就较袂遐紧张咯。因为咱即摆是枯水期，所以慢慢来会降低落，但是主要的水库伊即摆水，拢会当冻差不多3个月左右，所以咱的用水是无问题。因为今年北部的石门水库的水位明显比往年拢较低，水利署是表示，这是因为雨水较无落伫遮，佮再加上早冬伫我爱阴产所地，已经有对翡翠水库调水来予新北使用。目前为止对迄个翡翠水库一边调过来水，每工有差不多81万左右的水会使予石门水库原本要出来水会使减落来。目前水网是也无法度研判5月的黄霜雨会落偌济。水利署讲，因为趁即马也有东北季风的时势，也毋济来增加人工雨予水库提早做准备。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4月电池起价，毋但民众受影响，连公家机关也着爱省电。亲像这苗栗市公所，因是设定30度才会当开冷气。公务机关为着卖掉煞，着家己传电风来吹。有民众是认为讲这冷气应该爱开呢，着赶紧甲开落去。到顶现电风一直吹，电费今年4月调悬，也造成公家机关的负担。苗栗市公所设定气温30度才会使开公用空调，员工差不多每一个拢家己传电风。民众认为该开的嘛是爱开。如果太多人的时候太闷也是不行，因为会影响到身体这样子。对，该开就要开。对，该开还是要开啦。市公所是讲30度开空调的制度实施真侪年，不过今年较早热，4月份温度都热到强要挡袂掉。较早非夏季平均电费每个月差不多4万至6万，不过即马初步估计调悬了后，会阁加一成的开销，只有请大家体谅。非夏季的那种不属于那个尖峰用电期间的话，我们平均的电费大概是4万多到6万之间。那夏季的时候可能是8到11万左右，可能会再多个10几%，也就是说4万多的话，可能就会从5万起跳。市公所甲天棚的电风拢拍开，加强通风，电价调悬，公家单位想办法节省能源，也希望伫省钱加维持公务服务品质，会当超好平。记者综合报道。
进前苏丹红食安风波影响到全台湾，为着要互囡仔认捌到食安基地，台南的一间国小4年的自然课程，直接带囡仔去种这咸姜啊，佮教大家做天然的咸姜啊酱。学校也结合着校内摄影棚，和学生用母语录介绍影片，伫咧校内放送。 囡仔甲咸椒啊一条一条放入去机器架，倒出来了后，再佮加一寡沙拉油掺咸蛋落去煮。因当咧做的就是这款日林牌的咸椒啊酱。今仔苏丹红咸椒啊粉炒甲真热，互大家食到拢心惊惊。台南日林国小4年的自然课结合食安基地，起头先教囡仔安怎种咸椒啊，尾手则佮互因动手做天然的咸椒啊酱。对头做到尾，干那半点钟就完成啊。大的咸姜啊，甲细咸就一比一加一寡调味料，就简单啊！伫厝里嘛会使家己做。咱做开始是橙红色，外口的红色的，伊个拢毋是完全是天然的。啊，咱今日教咱日日国小的小朋友来做。 名做完全天然健康的。这摆学校特别邀请专家来教囡仔做咸椒啊酱的技巧，嘛教因安怎判断天然咸椒啊酱的美感。大家囡仔面乱学习，那甲所有的知识做重点整理。老师嘛传伊去校内主报室，用母语录小解咸椒啊的影片，准备通伫中昼时间播送给全校学生斗阵来学习。阮用台语甲大家分享。 有人用辣椒的种植过程，有人用吃辣椒的国家。我是介绍辣椒的种类。会使对世界各国，因用的辣椒啊，佮咱台湾用的辣椒啊，佮因这的辣椒啊，有啥物无同？小小的辣椒啊，但是却是。 很大的大的学问啊！校长讲，虽然学生家己动手做的咸椒啊酱掺外口白，无法度比拼，不过伊用的物件家己看会到，嘛真材实料，你食嘛较安心。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 往回中华婚林的西里大桥已经有70年的历史了。正是昨晚呢，有民众骑奥多巴伫遐累残，西里大桥对今开始要封10天整修，已经向中央争取到2亿经费，针对着生鲜阿摩托特嘅所在会先做整理。 民众骑奥多巴经过西里大桥，啊，毋过两边春秋旁的点仔架路煞铺起来，和一般的点仔架路面间加差几来公分，民众若骑车经过，就真有可能会累残。 用路真的很危险啊！那个都是靠墙壁啊，靠那个桥的旁边啊，那摆洞很大。那骑过吼，你也骑过，你有当时啊老岁仔人啊，骑到慢上倒会倒车来危险。北横河做远东第一大桥的西里大桥，1953年通车到达已经超过70吨，全长差不多2公里，下过落水溪接连中华婚林，嘛是当地出名的地标。2013年时，中华县府接管，最近接到未少民众反映车路的问题了后，对15虹桥10日进行车路征收。在前一阵子有发生车祸，民众有提出国赔，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一次来做一个整修。那未来这个是初步的整修。 未来我们有跟中央争取了超过2亿元的经费去做这个桥梁，包括补墙、粉刷的工作。中华县府表示，因为西里大桥是文化资产，维修的单位若要做整修工程，拢要提出完整的计划。即马是虹桥10日整修车路，后续会搁针对桥底补强、甲桥重新擦过等等，拍算规划西里大桥维修补强工程计划来做整体改善。记者综合报道。 社区有愈来愈多自助洗衫店，不过这公共安全还有噪音的问题，也是愈来愈使人头痛。同时，政府要启动净零专案来做管理，也让驻地调的部分按算后一个会期会送入去议会审议。 垃圾衫伫洗衫机内底放也用行好大，因为洗出人甲上班的人才需求，社区当中的自助洗衫店愈开愈多，啊，毋过洗衫机、烘衫机暗时咧运转的噪音，互人嫌吵。桃园去年也发生自助洗衫店发生起爆火警，引起公安的记录。市府净零专案决定立管。因为方便啊，然后家里没有洗衣机，噪音我感觉不太到安全性的话，我觉得可以啊，可以设就。噪音的话，应该要有必要，因为应该会还是会影响到楼上的人，而且有时候有一群人一起来这边洗衣服，然后就一起顺便聊天，那时候会很吵。
根据财政部资料，桃园自助洗衫店今年1月增加到370间，比去年成长13%，营业额达到2993万7千块，力度上悬。不过，台北市早伫2007年订定自助洗衫店安全管理办法，2011年提升做自治条例层级。桃园业内建议，业者表示会配合政府的政策，不过希望用24点钟营业。政府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啊，只是说之前的已经开的店，那可不可以给一点？如果需要改善，是不是可以给缓冲期这样子？目前呢，已经提出了自治条例的草案。那草案的内容呢，包括规定业者需装设微电脑瓦斯表以及自动紧急遮断装置。经发局表示，目前建议参考台北市定出自治条例，具体做法包含规定业者爱装微电脑瓦斯表，自动遮断装置。违规应罚钱加停业处分，内容还未定案。安省下一会期提出送议会审议，通过了后，函报行政院决定就应公布实施。记者综合报道。南投草屯昨暗有一个姓曾的查甫人，讲伊长期拢互厝边群众，说甲厝边一对细黄的白仔囝破流霜，这70岁爸爸目睭互破掉，后生是脚甲手受伤，送病院了后，目前拢无生命危险。警方表示讲，这姓曾的查甫人伊情绪无稳定，详细犯案动机佫需要调查。救护人员赶到现场，将受伤的黄姓男子送上救护车，嘛对着伊70岁父亲，以生理食盐水来清洗面部，因为两人拢疑似被强酸所伤。眼睛啊遭到波及，然后9两的话，再送他的那个儿子的话还好，那四肢的话虽然是有一点灼伤，但是的话用水冲的话，及时送医还好。两个人紧急送医，加在无性命危险。不过70岁黄姓老翁由于伤击着目睭，目前搁伫救治当中。代志发生伫14号暗时啊，住伫南投草屯的曾姓男子，自称受到厝边啊长期的跟踪。当日暗时啊，疑似情绪无稳，摕着洗厕所用的硫酸，对着厝边黄姓夫妇来泼，造成两个人受伤。警方除了紧来到场来处理，为求谨慎，嘛将疑似破伤的曾姓男子送医。现场员警立即通报救护车，将伤者送医，并将犯嫌强制就医。牵拖狗仔甲影响因囝。被破伤的黄姓夫妇家属表示相当无奈，不过曾姓男子的家属是表示是为着家己保护家己才反击。警方表示，男子的情绪状况以及相关的案情，该后续调查厘清。记者南投采访报道。亲子之间有好的沟通，会当稳定囡仔的情绪，对因的身心发展都有正面的帮助。嘉义市卫生局邀请临床心理医师，透过酸粒涂骹画图活动，教爸母安怎透过正向方式，引带囡仔正确来表达因的情绪，找到沟通的办法。囡仔用念头自由发挥，做出心目中爸母的模样。陪伫边仔爸母袂当指示囡仔安怎做。上课心理医生建议现场的家长会当试看卖，稍等一下，尊重囡仔的想法，卖赶紧就要来替囡仔做决定。我们这个活动是很希望讲互家长讲，我的老公淡薄空白的部分。摆啥物拢帮囡仔讲啊好，互囡仔家己去想法。安尼会使促进我甲囡仔的感情安尼，然后我感觉这种活动会使加办安尼。为了应付社会竞争，家长对囡仔不管是要求也是管教，拢会对囡仔的年岁日头增加。心理医生就教家长试看卖用引导代替指导，尽量用正面肯定的方式来表达，陪伴囡仔做决定。我研究那讲吼，即摆就是。现在的爸爸妈妈在沟通上很容易变成就是用讲的、用指令的、用讲的，不过无去了解讲另外人来家己的想法是啥物。小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跟大人可以非常的平常比较不会有这样的沟通，对，那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很好。嘉义市卫生局表示，囡仔成长的过程当中，心理健康的好歹，父母占正重要的部分。配合社区心理卫生中心举办这种课程，若是要让家长更加了解家己的囡仔，我希望家长会当为课程当中找到甲囡仔沟通的方式。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最近天气在变化，明仔载气象咱就会来详细看。
宜兰到新竹对23度到32度，苗栗到云林对23度到33度，嘉义到屏东对23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4度到31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9度到29度，还有未来3港气象。在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